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我哋繼續龍騎嘅故事。喺某間古董店，神秘人攞出利刃嘅卡盒，將契約獸嘅卡照向鏡，召喚霸王蟹。喺夜闌人靜嘅時候，令子到古董店調查失蹤案件，進入房間搜尋線索，但係俾神秘人襲擊。混亂之中，令子打爛咗鏡，好彩附近嘅女子聽到，就即刻查看情況。佢見到令子被擊倒，唯有叫人求救。一下子警官須藤就即刻趕到，但神秘人已經冇咗蹤影。到咗第二日，真司從大久保得知尋日發生嘅事，就去探訪令子。令子表示古董店非常奇怪，不過須藤有其他嘅睇法，認為襲擊同失蹤案與古董店冇實質嘅關聯。令子唯有派託真司去調查。喺前往嘅途中，突然產生怪物嘅感應，一名路過嘅女子被霸王蟹襲擊。喺入關頭，真司及時救咗佢，其後變身成無面超人龍騎，進入鏡世界，召喚赤龍刀，不斷斬向霸王蟹。經過一番嘅戰鬥，霸王蟹利用堅硬嘅外殼同鋒利嘅巨鉗佔上優勢，並擊倒龍騎。之後無面超人利刃正式登場。面對出現嘅利刃，天真嘅龍騎不斷避開對方嘅攻擊。幾番戰鬥之後，夜騎終於趕到戰場，而利刃面對敵方人數嘅優勢，就果斷離開。結束戰鬥之後，連同真司去到古董店。連表示霸王蟹就喺店入邊，大機率店主就係無面超人。但係真司唔同意決鬥，準備求和。喺夜晚，真司靠緊鏡，表示想求和。突然警官須藤走咗入嚟，示意真司離開古董店。返回公司之後，真司收到利刃嘅電話，並接受佢嘅睇法。之後利用佢嘅單純，騙取咗關於蓮同優衣嘅訊息，並約佢聽日見面。第二日，真司好開心咁樣赴約。與此同時，蓮突然俾霸王蟹襲擊，咁啱一架貨車迎面駛嚟，佢生死未卜。喺另一方面，真司抵達倉庫，就即刻縱身一躍，避開咗高空中嘅雜物，以為自己得逞嘅利刃就顯露咗真身。不過原來龍騎已經變身進入鏡世界。龍騎質疑利刃嘅行為，意識到詭計被拆穿，利用上 Strike the Battle， 召喚巨蟹之鉗，不斷攻擊龍騎。龍騎應上 Double Battle， 用盾牌防禦攻擊。面對攻勢猛烈嘅利刃，龍騎依然唔打算戰鬥，但係利刃依然毫不留情，瘋狂攻擊，亦打走龍騎嘅盾牌。以上就係今日龍騎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當你 follow 我 IG。我哋下次見。